根据交通部公布上新的数据，去年将近40.3万件交通事故，和前年比起来是增加27000多件，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，受伤的有53.9万多人。交通是愈改愈害，这也引起路权团体批评。这个查甫人变单贪紧，无过斑马线，直接过车路。经过奥多麦也无注意，去甲伊撞到，两个人拢摔伫咧涂骹。违规过车路的民众75岁，骑奥多麦是50几岁，也涉及到无注意车头前的状况。行人着深色衣服，称有查看道路两侧，未见往来人车后，便直接穿越马路。廖姓男驾驶酒测值为0，无饮酒情事，表示当时因雨天色昏暗，没有看到行人穿越，因而肇事。另外一件是伫路口有一人要过车路，这个货车要倒来时阵去甲伊撞到。先摆是这件车祸，驾驶被认定是无停让行人，驾驶未礼让行人致人受伤部分，本分局依规定告发。交通的乱象真侪种，根据交通部上新的资料，2023年交通意外相比较前年增加27000多件，要到40.3万件。虽然死亡人数小可减少1.3%。不过也是有超过3000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，甚至连受伤的人数拢加了4万多人，超过53.9万人受伤，增加8.1%。我们看到全年度的交通死亡人数依然是突破了3000人，并没有明显的下降。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以及不舍。即使如此，交通部却也不愿意与我们民间来沟通讨论，来制定新的交通政策。国内交通环境一直予人批评。这回也和行政推动零死亡联名，批评政府无明显的作为，包括道路工程无规划，也有期停，教训教育无看到改革，对视大人甲无照驾驶造成的危害也无任何措施。叫交通部爱重视道安的问题，要求国土署加紧通过行人安全设施条例，改善道路的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